也是一样哦。我们呢，整个的摄影团队呢，跑到这个桃园的大溪。大溪其实很有名，对不对？但是现在在台湾的这个料理界呢，流行什么呢？私厨。可能观众朋友不是很清楚什么叫私厨哦。私厨当然也有包括说我到府上帮你打理一桌子，或者你们家要举行轰趴的时候。但是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这位的私厨呢，丁伟宏呢，丁丁。他的私厨呢是很特别哦，比如说他这个餐厅里面呢只接受预约，还有可能一天只做1组客人。那观众朋友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很好奇哦？我们的丁丁要给全球的观众朋友带来怎么样让你非常惊讶的这个地中海的料理哦？来，我们来欢迎丁伟宏。我们今天就为大家介绍这一道比较偏向于希腊风味的千层茄子。那我们就要看到啊，丁丁，你看他的刀工啊，我们在切洋葱的时候，常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呢，就会知道啊，怎么样切比较不会滑掉，那比较不会伤到的手指头，还有很重要的，比较不容易流眼泪。好，就是你的刀子一定要非常的利，对，非常的 sharp， 所以要快刀斩乱麻哦。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在这个完成洋葱的这个切工之后呢，刀工之后呢，你都会呢全身而退哦，不会泪汪汪的。我们先把一些材料先备好。我就想要请教一下，比如说像我们在选茄子的时候，我把我遇到的问题呢来请教呢我们的丁丁啊，就说，哎，如何从外形可以选到呢那个茄子呢肉比较多，籽比较少？通常我们选的话，我们都会挑那个肉就是比较肥满、饱满的，但是摸起来触感会比较，就是像这种比较拿这种是比较金黄，就是比较金贵的。通常放比较久，它其实是看得出来的。是哈。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料理叫 mise en place， 在西餐里面最常看到的就是洋葱、红萝卜跟西芹。后来它就是一个西餐最基本的那个备料的动作。有些人很喜欢洋葱，就洋葱放多一点，红萝卜少一点，芹菜少一点。可是通常的比例话是2:1:1。可是我喜欢红萝卜，所以红萝卜几乎都会跟洋葱的比例差不多一样。哇，今天这个茄子真的好漂亮哦。是啊，我也不知道。入口即化。今天怎么挑的？怎么挑的？运气这么好，知道吧 ？OK， 要几个？再切最后一条。因为看起来容器好像很小哦，切的很多，但是你知道，茄子一烤，全部都滑下去了。对，就缩水了。再来看第3条是不是一样？哇，第3条就有鱼子酱了。鱼子的。好，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刚刚呢我们丁丁讲的这个鱼子酱啊，就是说有籽。那这个有籽的话呢，就是可能看捞对吧？对。啊，就比较熟女啦，比较成熟了。对。我们现在先来炒把番茄寿司先炒起来。加一些少许的橄榄油。你今天料准备很多哦。你是准备要请问大家呀？对啊。丁丁很可爱哈。其实你真正去吃那个什么地中海料理或者希腊料理，那个分量不会那么多的哦。对。所以呢，丁丁刚回国的时候还在那个市集里面，对不对？开那个房车小餐的料理。对，卖比较偏向于比较天然的，就是我喜欢，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在加州读书，所以有受到加州的饮食文化影响，特别就是对他们的墨西哥口味的产品，就有一点喜爱的，所以我就做一个墨西哥料理的那个小餐车这样。哦，是哦，而且是墨西哥蛮多的生机饮食文化，因为他们烧撒酱啊，对，而且他们吃了蛮多豆类啊，好，这个味道已经有那个，我们现在要加一个特别的东西，来，我们看到这个，哇，自己浸泡的那个红椒吗？还是辣椒？辣椒，辣椒。还有就是我们用那个西班牙风味的那个泡椒。那你可不可以顺便呢问一下？一定观众朋友说啊，你用这个我又不会，我一定要学会做泡椒啊！用口述一下，跟观众朋友交代一下怎么来做这个泡椒。这个只要你买大量的辣椒回来，先穿烫过，快杀青，快直接用醋去泡它。
就好了啊。但是那个地头要拿掉吧？对，就拿掉，后来加点少许的盐啊。喜欢吃甜一点就加大量的糖，喜欢吃咸一点就把糖放掉，放盐，后来加你爱的香料。后来你要吃中国味就放花椒，你要吃西洋风味就是放那些西式的香料下去就可以了。哦，是的，只要穿烫就对了。对啊，大概要泡多久以后可以来使用呢？我泡1个礼拜就可以使用。啊，那个醋有没有说一定要什么醋？最好是白醋，不要说有什么水果醋啊，那些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OK， 就是我都会说宰狼啊，你根本没有那其他，你就是要随机应变，取那当地的食材来做变化。好，香味出来。这时候我们到我们的番茄寿司去收汁。通常用那个意式的番茄罐头的话，我们建议的话会再加一点点的番茄酱吗？对，糖，去让它的甜味不要那么酸。这样，后来我们已经有把糖放进去这里面，所以你去用外面的番茄罐头的时候，可以加少许的糖，让它提一些味道出来，这样不会那么酸。它其实就是先把一些汤汁先收干，这样子是差不多了。OK， 好。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就铺在茄子上面，一层一层的。哦，就有点像那个千层这样子。它其实就很像拉兹安养的蔬菜拉兹安养的道理。后来，但是希腊他们就用这种风味。哦，太好了，太好了。还有我们也有做一些基础的改良的，没有照本宣科的。其实料理也是很随性啦，不是说我们按照这个食谱上面写几匙的糖、几匙的盐啦，很多都是所谓的心法。后来再放上我们所说的 cheese。我们今天的 cheese 准备的是综合 cheese， 里面也有主持人不喜欢的，好像发霉了，对不对？对，叫 blue cheese。后来再把 cheese 铺在这上面就好。后来等一下我们丢进去烤箱烤的。哇，其实这一道非常的家常哦。其实一些希腊妈妈她们几乎，我看不要说每天啦，至少1个礼拜都会吃个2、3次以上。对，他们的家常菜，就很像我们这边的一些，很像那个家常豆腐啊，番茄炒蛋啊，对，或者我们的3杯茄子啊。OK， 好了。好，就这么简单。好，我们就把它放到这个烤箱，大概要烤多久呢？30分钟到40分钟就好。那大概温度要放几度？180度。OK， 我们刚才从烤箱出炉的，而且我也撒上那，很烫哦。哇，我们的这个茄子终于出炉了哈。丁丁呢，他也很急切的，因为他说他肚子很饿，所以还来不及拿到前面，他已经把那个什么香菜那些都撒上去了。今天真的很开心，我们的丁丁呢，真的是也是特别从台北下来，来到桃园，那跟大家介绍呢，一般你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一个中东的料理跟希腊的料理，所以说，希腊的料理呢，不是像我刚才节目刚开始讲的一样，哇，都是那种很生的啦。其实它也有很棒的这个料理呢。希望呢，去希腊旅游的时候呢，大家不要再跑去什么中国餐馆啦，还是什么就说去尝试看看，勇于尝试，也许你会发现呢，别有洞天，会带来不一样的这个味觉的这个享受啊。那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呢这么不一样的料理。那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我们也谢谢丁丁，谢谢你，谢谢主持人，谢谢。